白銀係一種美麗嘅銀白色金屬，英文名稱為 silver， 但係佢嘅化學符號 Ag 則來自拉丁文 argentum， 係淺色明亮嘅意思。呢個係銀高反射率嘅直接體現。事實上，純白銀係世上最反光嘅物料，亦係世上最佳嘅導電物質。咁樣，白銀有咩用途呢？其實白銀嘅用途好廣泛，不論係醫學器材定係珠寶首飾，都有白銀嘅身影。銀同埋黃金一樣，係一種應用歷史十分悠久嘅貴金屬。人類開始開採白銀要追溯到4000多年前。由於當時銀嘅開採量好少，所以大家可能無法想像佢嘅價值竟然比黃金仲要貴。主前14至16世紀埃及王朝嘅法典規定，銀價為金價嘅2倍。到咗主後17世紀嘅日本，政府規定金銀嘅價格係相等。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嘅白銀製品，主要係銀元、銀首飾、銀幣、銀餐具等。隨住電子工業、航空工業同埋電力工業不斷發展，近年嚟白銀嘅工業需求正穩步快速增